1月47號演習昨昏是伫北部進行演練，台北市是模擬淨水搶互飛彈攻擊，趕緊動員警消和民防單位來搶救，來趕緊恢復水道水。新北是模擬邦橋車頭，台北港區互敵軍來攻擊，閣有發生天災，所以互國軍的漢光演習結合民安辦案演習。民總統賴清德冒親身到現場視察。橋車站捷運環狀線內因為月台遭不明人士放置爆裂物引發爆炸。模擬邦橋車頭結合敵軍特務攻擊，幾個所在紅爆火，緊急出動消防人員搶救，甲民眾疏開。今年國軍漢光演習頭一屆結合民安甲辦案演習，新北市出動2000人，百外台車甲直升機參與，一個模擬台北港起用攻擊，甲天災侵擾等複合性的災害。總統賴清德親身去現場視導。因應地緣政治的變化，所以我們政府不能不做因應，也就是要結合政府跟民間的力量，在國家真正需要的時候，政府能夠跟民眾站在一起。因為台北港離我們雙北大概車程就只有半個小時，那跟我們桃園機場大概不到20分鐘，所以這個地方在整個國防戰略位置上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雄雄一聲真大聲，模擬中型淨水廠起飛彈攻擊，造相關水管破去，邊仔的大樓嘛盜火，消防人員甲民防單位嘛趕去現場全力搶救，還佫有修復關水管。北部23進行辦案演習，還佫發布受到飛彈火箭攻擊，國家級的警報。警報聲一彈，捷運站的人員隨家旅客疏開，引導去附近大樓的地下室避難。模擬台北捷運正做攻擊的目標，實施防空疏散避難。台北市長蔣萬安強調講，這屆模擬的情境比去年較濟，希望落實全民防衛意識。我們確實希望落實全民防衛的意識，所以一再強調，物是敵之不來，事無有以待之。蔣萬安強調講，這屆收留的場合有規劃真濟特殊需求的區域。包括照顧幼囡仔、特殊需求的服務，甚至住商的空間等等，也提醒各局處都要用不同的角度來判斷敵情，嚴密持續加強戒備的態度來面對各種的災害，甲傷亡降到上低。記者綜合報道。